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啊！大概差唔多2個禮拜冇見啦。我上個禮拜就去咗葡萄牙，所以就冇出片啦。翻到嚟咧就英超就暫時就冇波踢啦，國際賽期啦，就一齊睇下啲轉會消息先啦。尤其是咧，主要曼聯方面啊，佢哋嘅轉會人選啦，或者係邊啲位置需要補強嘅，都開始逐漸變得明朗，亦都有好多消息傳出嚟啊！今集就會同大家一一拆解啊吓。喺節目開始之前咧，中意嘅記住咁樣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分享出俾更多嘅人睇到啊！你又覺得你嘅心愛球隊究竟需要買咩人呢？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好，我哋事不宜遲，馬上開始啊！頭先咧講到曼聯方面啦，第一單咧，叫做呢排啱啱冒起嘅就係佢哋想買巴塞嘅邊後衛啊巴迪啊。呢位22歲嘅球員咧，吸引咗多家英超球會關注啦。除咗曼聯、曼城之外咧，維拉都係已經聯絡咗巴塞作出呢個問價噶吓。巴迪喺21年就為巴塞地標上陣啦，至今已經為球會上陣超過100場噶啦，亦都打入咗西班牙國家隊嘅。儘管近年因為受傷緊，好有少數嘅上陣記錄啦。但係因為佢嘅體能年輕啦，同埋佢嘅素質咧，加上佢係拉馬西亞出身啊。雖然佢嘅合約係28年6月30號先屆滿嘅，但係佢都係一位極具吸引力嘅閘位球員嚟噶。英格蘭球壇對佢非常重視啊吓。雖然對佢興趣已經持續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至今係未有正式報價嘅。截至今日巴迪都係冇考慮離開巴塞嘅，因為始終即係佢就青訓營出身啦。巴塞亦都係對佢非常重視，亦都係打算將佢重用噶。不過巴塞目前嘅缺錢形勢咧，其實就算如果個價錢真係幾好嘅話咧，賣佢都唔出奇噶。anyway 啦，呢單就我覺得機會唔大嘅。但係另一單就紐卡素方面咧，因為始終今年佢哋嘅成績唔好啦，冇歐洲賽啊，好多位主力咧都或者係啲後生仔啦，都係傳其他英超球隊咧有意將佢哋買走噶。東拿利就係曼聯嘅頭號目標啊！每日郵報表示紐卡素嘅中場咧，東拿利已經成為曼聯今個夏天嘅頭號目標噶啦。曼聯嘅隊長班奴費蘭迪斯咧，亦都係表態支持佢噶。佢喺星期四嘅世界盃附加賽啦，意大利2-0擊敗北愛爾蘭嘅比賽入邊取得入波啦。曼聯此前咧亦都同諾定咸森林嘅安達臣啦，同埋亞當和頓傳出緋聞嘅。但係森林就而家好多方消息都係傳緊佢係傾向曼城，亦都曼城係有機會簽佢大好多嘅。東拿利方面呢，亦都係預期將會離開紐卡素噶啦。如果紐卡素取唔到歐洲賽資格的話，艾力豪嘅球隊喺周中呢，主場不敵死敵新特蘭之後呢，現時係位列英超第12位嘅，落後第6位嘅車路士係6分噶吓。歐洲賽嘅資格啦，已經係非常之唔樂觀啊。佢哋就東拿利相信咧，佢哋同球會係存在一個君子協定嘅，就理解為如果紐卡素取唔到下季嘅歐洲賽資格咧，球會就會可以考慮東拿利嘅報價。因為此前佢一度被好多人視為非賣品啦，但係冇歐洲賽咧，佢唔會滿意嘅。當然啦，講到紐卡素嘅中場除咗東拿利之外咧，另一位曼聯感到有興趣嘅就係另外一個班奴就班奴古馬雷斯啊。班奴古馬雷斯就作為紐卡素嘅隊長啦，佢嘅即係對於紐卡素嘅影響嚟講咧係非常重大嘅。但係都係啦，如果冇歐洲賽嘅話咧，佢都好大機會會離隊嘅。曼聯亦都係其實目前而家越傳越烈啦，甚至佢嘅簽佢嘅機會係大過東拿利噶。目前呢兩位中場大將就曼聯最有機會簽入啦，因為之前其實傳過好多咩安達臣阿當和頓甚至係狼隊嘅高美斯等等啦，其實而家都冇乜聲氣噶啦。不過都要等到夏天最後先至會發生咩事，因為曼聯目前嘅形勢非常之好啦，因為已經基本上可以話好大機會鎖定咗個歐洲賽歐冠嘅名額吸引力就即刻飆升翻啦。本身曼聯其實都有錢嘅。不過我個人覺得啦，如果班奴夏天離隊嘅話咧，就揾班奴古馬雷斯過嚟會好啲，因為佢就係比較嗰種硬淨啲，比較有隊長氣質嗰種啦。如果班奴離隊，需要一個人去填補呢個位置嘅。
咁因為卡斯美路亦都係會離隊啦。咁但係如果般奴唔走嘅話咧，東拿利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咁因為始終嗰個領導能力唔需要話太出色啊。咁所以咧，東拿利都係一個好嘅人選啦。咁但係最後都要睇下般奴我哋嘅隊長啊，究竟今個夏天仲喺唔喺度啦？咁另一單咧比較出人意外嘅就係鏡報報道啦，曼聯咧竟然有機會喺阿仙奴手底咧簽低佢哋嘅年輕嘅左閘路易斯史基利啦。咁呢位19歲嘅小將咧，今季至今只係英超正式上陣一次嘅啫。咁佢嘅有限上陣時間啦，或者係有利於曼聯嘅，因為佢哋始終揾緊一個新嘅左閘啦。咁原本佢哋而家嘅左閘蘇爾咧，就因為都開始老噶啦，都要揾替代人選噶啦，而且佢今季完全冇乜點受傷咧，已經係一個奇蹟嚟噶啦。基本上季季都受傷嘅，咁可能就話世界盃年啦，咁就唔受傷。咁但係下年就唔係世界盃年啊嘛。咁跟住我哋原本另一位左閘多古咧，而家雖然傷咗啦，賽季報銷啦，咁但係佢始終我覺得佢係一個左翼嘅位置咧，係會更加合適嘅。咁所以咧，就曼聯而家積極咁去揾一個左閘嘅人選啦。咁簽史基利同簽巴蒂嘅問題咧都係一樣啦，佢哋兩個都係自家嘅青訓產品嚟嘅。阿仙奴方面咧都非常重視佢咁，雖然就今季冇乜點用到啦，始終佢哋人選比較多啦，佢亦都唔係即係阿仙奴都需要認真去爭冠啊，冇話時間俾佢哋去培育啲後生仔啊。咁但係咧以史基利即係自己嘅職業生涯嘅成長嚟講啊，咁佢當然需要更多嘅比賽時間去成長啊。咁曼聯好大機會就會利用佢咁樣嘅處境去睇下可唔可以咧將佢叫過嚟啦。哇！跟住曼聯有好幾位，例如拉斯福特啊、海龍呢啲租咗出去嘅球員，咁夏天嘅去向會如何咧？咁就多啲消息都出咗嚟嘅。咁據稱曼聯喺同巴塞隆拿就福仔潛在轉會嘅討論入邊咧係佔據上風噶。咁佢喺舊年夏天外借加盟巴塞啦。咁佢目前喺加泰隆尼亞嘅表現都出色嘅，巴塞都係話想要佢噶。據報佢喺季尾以2600萬英鎊嘅價格永久轉會啊。咁但係當然呢個佢嘅未來都充滿住好多變數噶。咁雖然巴塞方面咧亦都多次表達想留低佢啦，但係都未有話好多明顯嘅跡象咧去顯示呢個2600萬英鎊嘅買斷條款會被激活嘅。而且多家即係英超唔肯定啦，但係歐洲好多球會咧都對福仔有興趣嘅，始終佢喺巴塞目前踢得非常之好啦。喺歐洲其他球隊咧都相信表現會非常之好嘅。曼聯當然希望將佢嘅利潤最大化啦。咁巴塞包都冇錢嘅，並且希望可以以即係嘗試一個低於合約條款嘅價格引進佢啊。福仔方面亦都係非常之中意巴塞啦，甚至係話願意咧去降薪去幫助巴塞簽低佢嘅。咁但係曼聯立場堅定啊，越多錢越好啊。咁所以咧就只要佢哋係會接受即係其他球會嘅報價，去聽下佢哋嘅報價之後再判取，即係去睇個情況嘅。咁所以巴塞目前都未必係一定可以得到福仔噶，雖然佢哋話就話兩情相悅啊。咁而另一間意大利嘅球會拿波里咧，咁都係同曼聯密密針噶。咁佢哋目前咧每日快報報道啦，佢哋係密切留意緊4名曼聯球員今個夏天嘅動向啊。據稱就包括咗麥佳亞啦、卡斯美路、馬拉西亞同埋湯希頓嘅，都或者有機會同麥湯咧去重逢噶。咁因為據報拿波里咧係追逐緊呢4名合約今個夏天屆滿嘅曼聯球員啦。如果奧脫福嘅收購行動成功咧，干地嘅球隊或者可以再獲得一系列嘅低價交易啊。咁上述4個人入邊咧，淨係得麥佳亞同埋卡斯米路咧係可以被視為真正喺卡維克戰術入邊擔當核心嘅角色啊。咁但係目前33歲嘅麥佳亞咧，據稱係商討緊一份短期嘅新約嘅。咁又指咧佢係願意減薪咧近一半以上啦，就留下奧脫福嘅。我哋亦都非常想佢留低啦。咁前往拿波里展開新篇章嘅機會雖然同樣吸引但係咧拿波里方面其實而家已經可以同呢4個人自由談判噶啦。咁好啦，咁呢幾單就即係叫做係主要嘅消息啦。咁曼聯其實今個夏天都仲有其他選項嘅，咁睇下佢哋想點樣部署啦。咁主要係佢哋嘅防中位置同埋左閘需要補強啦。咁頭先都講咗啦。
咁但係佢哋物色嘅今個夏天考慮嘅對象啦，仲有好幾位咁，之前甚至係傳過話想簽一個左邊鋒啊。咁佢哋就睇中咗愛華頓嘅前鋒恩戴耶嘅，咁紐卡素嘅路易斯賀爾啦，同埋其他一眾嘅中場選擇啊。咁佢哋同樣都對RB萊比錫嘅迪奧文迪有興趣啊。咁但係迪奧文迪相信利物浦方面咧係對佢嚟講更加大吸引力，亦都係同利物浦有更加多嘅關係嘅。咁另一位左閘嘅人選咧，亦都係據稱法蘭克福嘅 Nathaniel Brown 咧，亦都係目標嘅。咁呢位22歲嘅德國國腳啦，今季喺德甲入咗4個波，並且有2次助攻啊吓。咁目前嘅消息差唔多係咁多啦。咁跟住關於卡斯美路嘅合約方面咧，係有少少更新噶。咁就話佢喺夏季離隊之前咧，係修改咗同球隊嘅協議啦。因為呢位老將嘅合約中啊，原本係保證咗咧，如果佢今個季聯賽上嘅35場便可自動續約嘅條款被移除，咁令到佢可以自由轉會嘅。好啦，曼聯嘅消息講到呢度啊，咁睇下其他英超球會嘅消息先。咁太陽報報道啊，水晶宮方面咧，因為加士拿確認唔會續約啦，佢哋已經係轉向咗般利茅夫嘅主帥伊拉奧拿。咁咧就伊拉奧拿上個賽季帶住呢個櫻桃軍團咧係攞到第9名噶。現年43歲伊拉奧拿咧，同51歲嘅加士拿一樣啦，合約都係喺季尾屆滿嘅，預計佢都將會離開呢支南海外嘅球會啊。咁櫻桃軍團嘅主帥伊拉奧拿係鷹隊考慮嘅人選之一啦。咁各英超球隊咧正為下季嘅領隊旋轉木馬做準備啊。帶領球會歷史性首奪足總杯嘅奧地利主席主帥加士拿咧係公開決定季尾離開水晶宮噶啦。咁除咗伊拉奧拿之外啦，富咸嘅馬高斯華咧合約亦都將屆滿嘅，咁屆時夏天將會，如果唔續約的話咧，好大機會又會係一場血拼啊！對於好多想爭取好成績嘅球會嚟講，因為呢幾位都係帶英超中游球隊咧非常之有實力嘅主帥嚟嘅。咁另一邊車路士咧就羅辛尼亞最近嘅戰績跌翻落嚟啦，咁但係根據每日電訊報報道咧，就算車路士無緣歐聯席位咧，今個夏天都唔會辭退領隊羅辛尼亞噶。咁羅辛尼亞執教藍軍以嚟啦，遭遇4連敗球會跌至英超第6位啦，並且喺歐冠杯咧被大炒出局嘅。咁但係就據稱咧，車路士目前計劃喺27年夏季之前咧都唔會正式檢討羅辛尼亞嘅表現嘅，亦都無意喺季尾作出變動啦。唯一可能改變呢個立場嘅情況就係車路士喺賽季最後幾周徹底崩潰咁但係球會預期咧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咁雖然車路士嘅目標係取得歐聯資格啦，但係羅辛尼亞嘅未來咧並唔會取決於此而佢亦都唔會被視為無緣歐聯嘅唯一責任人啊。畢竟佢喺1月先至接掌呢個位置咧，車路士是今個夏天咧為收購嘅關鍵時期球會急需提升陣容嘅心理韌性啦，咁為羅辛尼亞提供更均衡嘅人員選擇咁目前其實你見到車路士唯一缺乏嘅就係經驗好多年輕球員，好多潛力，好多體力去跑動啦。咁但係一到呢啲有壓力嘅時刻咧，就即刻崩潰好明顯可以見到出嚟咁嘅白禮頓方面咧，就睇嚟將會擊敗車路士、熱刺同紐卡素，成功簽低呢個科隆嘅新星薩爾德艾馬拉咁呢位左翼鋒咧，將會同白禮頓簽訂預先協議咧。咁今個夏天就會喺南海岸同新隊友會合噶啦。現年19歲嘅艾馬拉今季喺德甲已經貢獻10個入波同3次助攻嘅。咁白禮頓目前就確保啦，今個夏天可以簽低佢嘅預先協議啦。咁其實佢哋都關注咗好耐噶啦。咁佢喺冬天嘅時候咧，亦都對呢位攻擊手作低調嘅報價啦。咁但係被德甲巨手拒絕嘅。咁多家國內外嘅球會車路士、紐卡素同熱刺都係近期被傳欣賞佢嘅最新球會正威脅介入噶。咁佢同科隆嘅合約咧係去到2030年嘅，咁係冇解約條款嘅。好啦，嚟到曼城方面啦，曼城嘅金球獎得主洛迪咧，咁就最近就接受訪問，然後之後佢就好明確咁傳出消息就話唔排除未來會加盟皇馬，亦都係即係佢都想效力皇馬嘅。咁佢昔日效力馬體會嘅背景啦，並唔會阻礙佢將來為同市宿敵皇馬披甲咁呢位24年嘅金球得主，其實一直咧都同呢個轉投班拿貝球場嘅傳聞有聯繫噶啦。咁佢喺接受西班牙電台 Onda Cero 訪問嘅時候似乎為重返西班牙開咗大門
咁洛迪喺18-19年賽季效力馬體會啦，咁其後曼城出手將呢位西班牙中場帶到英格蘭啊，至今贏得4次英超冠軍同埋1次歐冠。被問到馬體會背景會唔會阻住佢未來效力皇馬嘅時候咧，洛迪表示有好多球員都行過呢條路啦，尤其係嗰啲並非直接轉會，而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對我嚟講咧，你唔可以排除世界上最好嘅球會啊。咁我當然希望回歸西甲，對我而言，西甲係我起步嘅地方啊。我一路都有關注嘅，雖然就唔似好以前咁多啦，但係仍然會睇嘅。咁但係此刻咧，我喺曼城非常開心啦，仲有1年合約啊，總會有嘅時候我哋需要坐低傾下嘅。咁不過即係你想去皇馬啫，皇馬想唔想要你咧？咁雖然你就金球獎得主啦，咁但係你最近嘅狀態明顯係同即係贏歐冠嗰年嘅表現咧，都已經係兩回事嚟噶啦。咁甚至唔好話轉唔轉會皇馬啦，曼城會唔會再同佢續多一份約咧，都成問題嘅。可能踢埋下年咧就要離隊噶啦。縱使咧，其實你見到佢嗰個實力啊、個經驗咧、啲技術都仲喺度嘅，但係真係唔係嗰回事啊！傷咗之後，咁而皇馬嘅另一位即係叫做潛在人選啦，就呢個利物浦嘅後衛江拿迪啦。咁皇馬方面咧都仲有可能出手簽低佢嘅。咁佢同利物浦嘅合約狀態咧個持續係未解決到嘅。咁皇馬密切關注呢個情況啦。咁呢位法國後衛咧都仲好有可能自由身加盟班拿貝嘅。因為原本其實今個賽季嘅表現咧，皇馬就考慮緊真係唔要佢啦。但係佢哋自己嘅後防線咧都真係唔係好搞得掂啊！即係今個賽季重磅引援嘅後塵啊，又傷嘅傷，咁跟住之後又唔係真係話踢得好多啦。咁跟住開始主力嘅後防線又老啦，阿拉巴決定離隊啦，將會咁然後魯迪加都不能被重用嘅，阿申西奧都相對係年輕啊，佢米利唐都係將會被離隊噶，所以唔係講笑，皇馬其實都急需一個可以即插即用嘅中堅嘅。冇啦，最後啦，咁就沙拿最近宣布啦，就今個夏天咧將會正式離開利物浦啦，佢9年生涯啊。咁利物浦方面咧都冇時間傷心噶啦，其實佢哋一直都揾緊沙拿嘅替代人選嘅，咁就今個夏天就一定要揾到啦，咁逼佢哋一定要行動嘅。咁目前3個名咧就呼聲最高啊！咁首先包括 RB 萊比錫嘅迪奧文迪啦、巴黎聖日耳門嘅巴高拿同埋拜仁慕尼黑嘅米高奧利斯都係選項嚟噶。咁對於沙拿嚟講咧，佢嘅選項都非常之多噶。咁自由身離隊可以去邊咧？咁佢可以繼續喺歐洲球壇踢波啦。咁最主要可能就意甲啦。咁甚至去美職聯啦，或者沙特阿拉伯嘅球會咧，都係對佢非常之有興趣噶。咁始終佢嗰個商業價值非常之高啦。咁對於沙拿嚟講咧，美職聯嘅球隊啦，包括由埃及人擁有嘅聖地亞哥同芝加哥火焰咧，過去亦都係評估係咪喺美國主辦世界盃同一年作出標誌性嘅簽約咧。咁考慮到最將以自由身離隊啦，歐洲球隊咧突然重新加入爭奪沙拿嘅行列。咁但係此前佢哋會因為財政因素被排除在外啊。咁講就咁講啦，沙特阿拉伯咧似乎都仲係最有可能嘅目的地嚟嘅。咁因為消息人士話，海灣國家嘅球會咧至少會匹配佢大概40萬鎊嘅周薪啊。咁但係會以免稅嘅形式支付啊。咁同23年商討嘅結構類似嘅。咁奧利斯對球迷嚟講都當然就係最好嘅選擇啦。但係拜仁嗰邊咧就完全唔考慮放人啦，甚至話你俾2億鎊咧，我哋都唔會賣佢啊。咁好啦，咁如果呢幾位唔得嘅話，佢都仲有其他人選嘅，咁就有祖記嘅翼鋒江斯卡奧啊。咁祖記其實舊年先宣布喺波圖以2600萬鎊嘅代價啦，簽低江斯卡奧，合約為期5年噶。咁但係隨住利物浦尋求增兵咧，咁尤其是球會史上最偉大之一嘅球員沙拿季尾離隊在即啊，江斯卡奧睇嚟轉戰英超咧係勢在必行啊。咁翼鋒方面咧就唔擔心嘅人選有噶，咁而利物浦後衛代替江蘭迪同雲迪克嘅接班人方面咧，咁利奧尼嗰邊咧原本係即係今個夏天買過嚟諗住就係培育佢嘅，點知佢又傷鬼咗，咁啊冇乜機會，咁而且睇落都唔係暫時都未係嗰回事嘅。咁而利物浦目前咧同熱刺就潛在簽入佢哋嘅後衛華斯高域咧進行咗談判嘅。咁華斯高域今季外借至漢堡啦，至今幾乎係全勤正選噶，亦都表現非常之好嘅，非常之滿意啊。
咁其實熱刺喺23年嘅時候咧，先同喺克羅地亞球隊夏德斯普列特啦，就華斯高域達成咗1200萬磅嘅協議嘅啫。咁佢喺上年夏天先正式加盟熱刺啊。咁雖然熱刺今季咧係希望留低華斯高域啦，但係球員本人啊，為咗獲得穩定嘅一隊上陣時間，而唔影響佢嘅發展咧，要求外借離隊嘅。咁所以先至會轉會至到漢堡同佢嘅兄長馬利個回合啊。咁呢名小將啦，近月咧喺梅林堡新嘅防線核心位置表現咧，堪稱係驚喜啊！然而場外方面啊，佢嘅未來咧似乎充滿變數喎。咁外界揣測啦，因為呢位克羅地亞國腳咧，可能喺未來北倫敦球會上演一隊正式比賽咧，處子戰嘅情況之下就離隊啊！咁據圖片報報道啦，巴塞方面亦都係密切關注佢㗎，因為佢哋都喺市場上面物色緊身材高大、擅長傳波嘅中堅啊。咁佢嘅經理人皮尼沙哈維咧，據講同巴塞主席拿破達咧關係非常好嘅。熱刺方面咧，睇個勢咧，亦都係留唔住佢噶啦，因為即係原本熱刺如果你話戰績唔錯嘅，都仲可以話翻嚟踢下嘅，因為始終佢哋防線都需要人啦，隊長羅美路亦都係或者雲達芬咧都好有機會被叫走嘅。咁但係而家直頭如果降埋班嘅話咧，更加唔使諗啊，華斯高域一定係俾人買走噶啦，球會亦都負擔唔起個即係都一定要 cut 咁啲人噶啦。咁 anyway 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多謝你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